提摩太前书第2章。所以，第一，我劝勉恁着为着所有的人、君王、甲拢总的官员恳求、祈祷、代祷、感恩，互咱通过平静安然的生活，凡事敬虔端正。安尼做是应该，是咱的救主上帝欢喜接纳的。伊爱众人得救，达到认识真理。因为上帝是一位，上帝甲人中间的中间人嘛是一位，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。伊献本身来赎回众人，这项事伫拄好的时机有得到证实。为着安尼，我受任命做传道者、使徒，甲外邦人的教师，互因相信上帝认识真理。我是在讲真的，毋是讲假的。伫逐所在的聚会，我爱查甫人无生气、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祈祷。我嘛爱负人人清查朴素整齐，毋通用畸形怪状的头毛形、金器、珠宝，也是珍贵的衫装搭家己，着用好行为做装搭，表示家己是敬畏上帝的负人人。负人人着点点仔学，用顺从的心事事顺服。我毋准负人人教示也是管辖查甫人，伊着静静，因为亚当大先受造，后来才夏娃，搁亚当无受诱惑，毋过负人人受诱惑含落罪。不过负人人若安分守己，持守信仰、仁爱甲圣洁，就会因为生囝得到救。